大工程嘅建議嘅，咁希望咧就利用我雞碎咁多錢咧，盡量做多得幾多得幾多。咁當中包括咗有幾樣嘢嘅，第一個咧就係喺魚類統營處嘅辦公大樓，咁啊將佢咧改建做一個嘅魚類工程嘅博物館，講漁業嘅發展。咁第二咧就係講話會喺香港仔嘅美工塘興建來往離島航線在內包括在內嘅高速碼頭。第三咧就係加設一條3公里來往華貴村第日黃竹坑港鐵站嘅單車徑。咁第四咧就係改善而家玉桂山嘅行山徑，咁令到啲遊人可以喺鴨脷洲嗰度行山。咁啊呢一個咧都係原先旅遊事務處嘅建議嚟嘅。第五就係興建喺鴨脷洲大街同鴨脷洲村之間全長大約係50米嘅自動手梯系統。第六就係增設來往香港仔同埋黃竹坑第日嗰個港鐵站嘅自動行人通道。第七就係活化淺水灣海景大樓，將佢建造張愛玲紀念館。咁除咗上述講嘅計劃係會用到2.6億之外，咁餘下大概係4000萬左右咧，我哋建議做翻啲美化庫啦，包括咗美化鴨脷洲大橋啦、鴨脷洲大街啦，同埋咧就喺魚類批發市場度咧增設食肆。咁呢啲就係我哋10點嘅建議，咁希望咧就政府同埋係旅遊事務處嗰方面度可以同我哋一齊。